睡前故事第13話：逆流之光。呢座城市有一座古老嘅鐘樓，高聳入雲，沉默地見證住時光嘅流轉。佢唔屬於任何人，亦都冇明確嘅名字，但係所有人都知道，企上鐘樓頂端嘅人先可以俯瞰成個城市，掌握自己嘅命運。阿晴一直夢想可以爬上鐘樓，佢聽講可以登上鐘樓嘅人必定係命運眷顧嘅幸運兒，因為通常只有特權階級嘅人先可以得到允許。佢成日同自己講，有朝一日我都會企喺嗰度。佢試過等待機會，都試過請求允許，但係每一次佢伸出手，都只係換嚟冷漠嘅拒絕。鐘樓嘅門唔係開畀你嘅。佢沉默，但係冇放棄。呢一晚，街道安靜得好似一片沉睡嘅湖泊。阿晴企咗喺鐘樓下面，仰望嗰座沉默嘅巨塔。佢知道，如果佢一直等待別人畀佢機會，佢可能永遠都只可以站在原地。佢深呼吸咗一口氣，毫不猶豫咁樣開始攀爬。冷風刮過石牆，佢嘅指尖被粗糙嘅磚瓦刮到好痛，每一步都困難無比。鐘樓嘅牆壁陳舊而且唔平穩，每一次向上，佢都聽到石頭微微晃動嘅聲音，提醒住佢，只要稍有差錯，就可能跌落去。但佢一直爬，冇一刻停低過。佢唔知道自己爬咗幾耐，直到手指觸碰到最後一塊石磚，直到佢終於企上喺鐘樓嘅頂端，俯瞰成座城市。夜空下嘅燈光閃爍，街道延伸到無盡嘅遠方，一切熟悉，卻又完全唔同。佢忽然覺得呢度唔單止係鐘樓嘅頂端，而係佢人生嘅轉折點。佢低頭睇到自己嘅指尖滲出血嘅痕跡，雙手因為攀爬而顫抖，但佢喺度笑。呢啲傷痕先係佢真正嘅機會。佢諗起嗰啲曾經拒絕佢嘅人，諗起自己無數次等待嘅日子。而家佢終於明白，機會唔一定係別人給予，真正刻骨銘心嘅機會永遠都係自己爭取返嚟。鐘聲響起，回蕩住整個城市嘅夜空中。阿晴眯埋雙眼，感受住夜風從鐘樓吹過。呢一次，佢唔係被選中嘅幸運兒，而係選擇挑戰命運嘅人。佢終於明白，呢座鐘樓唔係權力嘅象徵，而係勇氣嘅見證。